这运动教练不当对待学生的代志，时不时都看会到，所以有立委是提案要来修法，今仔日来开公听会。有运动协会是指出讲，一撮教练呢，就算讲互人家吊销伊的执照，嘛是也会使来弄空棒去考别项运动的这个教练证。所以呼吁应该就爱修法，互规个查核机制会当愈来愈完整。运动教练不当对待学生的代志，亲像进前台事台抽血案，也有各地爆发生过的体罚、性暴力，也是霸凌等等，一寡状况不正多。有10个月立委就提案联署要修国民体育法，17日咧教本委员会召开公听会。联本教育基金会以去年在南南英上港拿球对教练不当体罚做例，教练后来防以强制罪判刑。不过，伫咧教练查询系统所看袂到相关记录，而且像讲教练证若去互吊销，嘛是查袂到用过的记录。不过，这人说也有可能对第一线咧服务。他的那个强制罪有期徒刑5个月，而他也被公告了。但是我们在相关的查询系统，你不知道这个教练曾经违反过这些儿少权法以及强制罪的问题，这就是我们目前检核系统的问题。有运动相关发展协会指出，针对无适任的教练，就算讲教练证也未撤销，也是案件要在司法庭诉，嘛应当以符合公共利益的原则，先公布这教练资讯。协会嘛指出，一寡教练就算讲互吊销教练证，嘛也会使弄法律空旁去考别项运动的教练证，应当要对法律来管制禁止。不适任的，我们还要建立他的管制跟处罚的机制，比如说他管制多少年不可以再去考教练证照，或者是不可以再考其他不同类型的教练证照，这个我们应该法律上面明文要来去管理哈。针对要安怎处理无适任的教练，运动部回应讲，目前已经有针对修法的方向来处理，表示袂容允教练对学生做出任何不适当的行为。为了建立安全的运动环境，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发函到明年要办理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、全国大专运动会的主办单位或地方政府，要确实的根据上述的规定，去查核所有的工作人员。另外，运动部嘛表示，若是经过查核有不当对待的状况，除了依法处理，若无改善，嘛要求停止拨钱减少经费来处罚。记者卢尚珠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